上帝，互咱的恩典拢无煞，咱就学老开声来吟诗，互天地拢总三角欢喜。即马，咱就来吟唱欢喜唱歌，学老无煞。下一季到我们到时候就是这样，甲小红这样讲，阮以外嘛是爱要徛在遮，即马咱互小红这样讲几句话。听你讲好，你好啊！要叫阮出来唱歌，我就音好，我会啊歌歌，后跳的目睭透水的，啊无太安尼，遮少年就做甲遐年大的后跳，啊我想讲，我迄个 A 个哆来咪也要看，啊字啊遮细字我嘛拢看过，啊太叫我，啊我搁
查甫因倒一个金，我家己拢毋知，我就对查甫笑，查甫对查某就查某。我想讲，叫我，我就甲应好，讲叫小出者，就甲应好，就出来其实吼，叫我吼是我的心在学了上帝，我毋是伫遮咧比赛，嘛毋是咧唱互恁听，我是就是咧学了上帝。我感觉上帝我真爱，耶稣我嘛真爱，敢随咧爱。要蹛遐干那听尔袂使，好出来才学了，袂晓笑就甲拍鼓，袂晓笑我就甲点，袂晓笑我就甲，我要学了，我就甲学了，若袂晓我就甲点。第二条我拢完全袂晓，人迄个李三华，伊就甲小大高甲迄个只，吼，安尼。人生第一道啦，我从来毋捌互看讲你就来遮徛，拢做菜鸟啊嘞，即种菜鸟。我若菜鸟，我拢第一代是讲，好毋捌的叫毋捌的，好出来笑，安尼就大家欢喜学了上帝，安尼就好啊，是的啊，感谢主的恩典，感谢主的大名。其实哦，小叔这吼，伊是足烦恼，伊讲伊会足紧张的，所以几礼拜前，其实伊迄当阵就戴着口罩，就是脑后无啥爽快。迄当阵我就家鼓励，我讲上帝要护着你，伊一定会互你愈来愈好。所以小叔这问题是，逐工祈祷。后来咧，顶礼拜时阵，我看到伊的口罩就摕落来啊！感谢主，即礼拜拄着小叔这也讲，伊即马袂紧张啊，所以伊要甲各位兄弟来讲几句话。感谢主，互我有机会伫遮甲大家三到伫遮敬拜我的上帝，我袂晓讲诶。感谢主的恩典妈妈，上帝恩典互我有，为了感谢主。